好啊，天父愛你。 Jesus loves you。 每日都係新嘅開始。你預備好同天父一齊踏上今日嘅靈修旅程未啊？而家等我哋用少少嘅時間，安靜我哋嘅心靈，聽下最愛我哋嘅天父嘅話語啦。創世記3章1至8節。耶和華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獸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你們不可吃園中任何樹上所出的嗎？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都可以吃，只是園子中間那棵樹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開了，你們就像神一樣知道善惡。於是女人見那棵樹好作食物，又悅人的眼目，那樹令人喜愛，能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給了與她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他們二人的眼睛就開了，知道自己赤身露體，就編織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做成裙子。天起了涼風，那人和他妻子聽見耶和華神在園中來回行走的聲音，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相信我哋大家都曾經歷過買咗一啲嘢，但之後就覺得好後悔嘅經驗。喺俾錢之前，我哋總係充滿興奮同埋期待，覺得嗰樣嘢可以改善我哋嘅生活。但係買翻屋企之後，卻成日覺得空虛同埋懊悔。我哋忍唔住會問自己：我哋係咪真係需要佢呢？呢筆錢花得抵唔抵呢？呢種我哋稱之為心靈嘅買家後悔症，其實揭示咗我哋內心深處嗰種對擁有嘅錯誤追求。喺傳道書5章10節就講到：貪愛銀子的，不因得銀子知足；貪愛豐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這也是虛空。其實呢種後悔嘅根源喺聖經嘅第一卷書創世記就已經出現咗。嗰條好狡猾嘅蛇，用咗一套經典嘅心理戰術，喺創世記3章4至5節講到：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善惡。蛇利用夏娃心入邊嘅疑惑，令佢覺得離開咗上帝嘅引導，生活反而會過得好啲。呢啲正正就係罪嘅本質。結果亞當同夏娃係得到咗佢哋想要嘅選擇，但事實上根本唔係佢哋想象中咁開心。佢哋第一個反應竟然係覺得好驚，唔敢見上帝。正如創世記3章9至10節講到：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裏？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罪嘅可怕嘅地方就係會令我哋同嗰個賜福嘅源頭徹底隔絕。好彩故事並冇停留喺亞當同夏娃嘅後悔當中。上帝雖然係公義嘅，但佢更加充滿憐憫，正如喺創世記3章21節講到：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呢件獸皮衫其實就預表咗將來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嘅犧牲，佢流出嘅寶血就係要成為我哋生命當中嗰件永遠都唔會令我哋後悔嘅衣袍。講到底，買錯嘢可能只係嘥咗少少錢，但如果我哋選擇信靠耶穌，呢個係人生當中最重要，亦都係絕對唔會後悔嘅決定。與耶穌用佢嘅公義取代咗我哋嘅羞恥，正如羅馬書10章11節講到：凡信他的人不至於羞愧。親愛嘅天父，多謝你透過亞當同夏娃嘅故事，提醒我哋罪同後悔嘅苦結。父啊，求你赦免我哋有陣時因為私欲而偏離咗你，甚至陷入懊悔當中。多謝你冇撇下我哋，差遣耶穌基督成為我哋嘅救贖，用寶血洗淨我哋，為我哋穿上公義嘅袍。求你幫助我哋每日緊緊去依靠你，活出一個唔會後悔、充滿平安嘅生命。我哋嘅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們。詩歌因他活着。